本鸟樹看客家苗路學院2月1日新聞，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范祖明11月1日代表古秀會助理來到台東縣鹿野鄉參加2025台東後米樹洞節，當歡喜看到後生人跳下參加活動，未希望大家跳下支持傳承客家語言文化，本係較多人看到客家文化之美。范副主委致辭時表示，感謝台東縣政府民政處團隊用心期盼，傳承後米樹洞節嘅文化盛會，透過鹿野菜地按貼片嘅美食文化來發揚客家文化。今年活動動傳統、創新、文化、生活做主題，融合祭典儀式、親身手工體驗同現代創意，用情景式擺畫重現客莊風貌，把公供養天長戲服，韓國結合大田版體驗，再現傳統做好事嘅鬧熱。活動融入多層次表演同創新互動，再現客家生活美好同文化新風貌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2月1日就是樹洞過後，江中人做得了一下嘅樹洞過後，江中人做得了一下嘅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爭來了。